祖屋最好要及時處理佢，好多個農村人都出咗城市去做嘢，咁啊變咗喺城市安居樂業之後咧，就忽略咗個祖屋，而家荒廢啊，變咗廢屋啊，甚至冇啊，政府話俾翻嗰啲子孫，啲子孫都唔想翻嚟要啊，可能經濟問題啊各方面啦，係嘛，又唔方便啦，咁呢種嘅情形嘅，老實講句說話咧，佢哋嘅家運啊都係。咁樣我建議嘅，如果係喺有能力嘅範圍，我就建議佢哋盡快去執翻嗰間祖屋，最好咧不時咧請下人咧落去開下門啊，睇下呢個祖屋嘅大環境啊，係咪需要處理啊、裝修啊咁樣呢啲嘅問題咧都係好重要嘅，因為鄉下都係你嘅根嚟啊嘛。嗱，我爸爸80年代翻嚟之後，即刻就收我哋祖屋。咁點解係收我？因為我哋根啊。咁呢間祖屋仲收咗3次，係嘛？因為第一次啲人即係啲材料匱乏啦，啲人又唔識做啦，用嗰啲材料全部唔對。咁後尾啊第2次再改啦，咁啊第3次啦，咁啊由我操刀啦。咁我就走訪即係附近啊啲農村啊，人哋其他嗰啲嘅祠堂啊之類嘅嘢啦，係嘛？咁啊仲要同埋啲專家討論啦，咁先至開始再嚟重新再做一次。而且我哋成日講，最後都要落葉歸根啊，所以呢方面嘅問題，我哋係比較睇重嘅。